1945年二战终战，台湾为日本实民统治，变作中国政权中华民国实民统治。中国政权用各种无合理的制度甲法律剥削台湾人，甲台湾的资源拢送去支援中国内战，致使台湾社会退步，物价起甲人民饿讨趁，世界爆发传染病。迄时，咱台湾的现代化教育已经起稿，真无法度接受中国政权无水准、佮压霸的统治手路。1947、228，台北城屠杀的风声传到家人，中国压霸政权随风看破骹手，家人市民真愤慨，要起来反抗。陈仪转任命要塞司令史鸿溪做临时戒严司令，镇压反抗的台湾人。3月7日，蚵底上北的火车顶面，中华民国军队甲民众起冲突，到甲八岛站长李丹修好心照顾受伤的兵仔，煞毋知买手黄埔鸟鼠仔湾受害。同迄日，家人市议会副议长杨元丁主持临时大会，批判陈仪腐败、治理失败，要求改除戒严。毋正人史鸿溪竟然带领军队、警察伫街路对民众无差别开枪，济人走闪袂离，互弹死。一位社寮岛的受害家属见证，亲人伫路呢，互军队用卡车交过，无死，阁用枪尾刀拄互死，有够粗残野蛮。港顶一时人人惊吓禁声。3月7日暗时10点，中华民国宪兵第4团整编21师军队，像蒋臭头号令坐船来台湾协助陈仪镇压。臭头主官刘雨清伫船只报还进前，下令对港边无辜的民众开枪。史鸿溪嘛伫港边指挥军队配合单枪扫射，市民工人死伤无数。杨元丁先生也互警察局股长苏正私刑枪杀，尸体凊彩等伫迄桥边。3月9日，军队上岸，戒严接下来就是水井、清乡，军警家家户户掠人，少年人、查某人双手防用粗针烫一空窜过白做火，伫港边排规排，单枪杀死了后，等去港底饲鱼虾。为田寮溪到家人港，血水、雨水掺悲哀惊吓的珠泪，正外月拢看会到浮伫水面的身尸。3月11日，要塞司令史鸿溪甲伊的侄仔史国华带兵仔包围八岛车站，要施行报复3月7日迄天甲民众起冲突的代志。谢清风、陈景琦、汤金平、郑顺俭、张水莲5个人，互因粗残弹死。站长李丹修、副站长柯朝宗、工作人员苏水木、黄清刚、周春贤、王贵良、廖明华、苏良成、林天柱、林辉良等10个人，自迄时消失，到今无看的人影，连身尸都找无。伫社寮岛北笑门迄骹兜，目标身份不明的军队去遐私刑掠人，强占土地。李金土、林西田、杜元昌、拿定王等人，互凌迟枪杀。还有Okinawa的讨海人青山会杀去，互乌白掠去，自此无消无息。这个粗残恐怖的镇压屠杀，目的是要互台湾人惊吓，
互咱点点禁声，互咱毋通批判即个独裁甲腐败外来政权，叫咱干那会使吞忍，血掺目屎，都爱咱吞落，做奴才，莫反抗。这就是实民统治的步数，咱就要永远会记得，咱就要保持自觉，无清算罪过，加害者无公开审判，免讲原谅共生，结束中华外来政权统治，台湾人徛起独立，建立台湾人国家，才是正道，才是真正自主甲自由。